亲啊，这个土耳其的南部发生大地震了后，真侪厝、真侪大楼崩去倒去，灾民拢无厝咯，还阁面对着寒冷的天气。讲即届地震的重灾区，这个时间的这个气温是0度，真侪灾民是摸着炭啊，只会当暂时居离的庇护所，也就是大埔旁的街路边起火来烘烧，欠水、欠食物。欠柴油发电，啥物物件拢欠，处境是相当的艰难。啊，土耳其的南部有一间病院，规栋拢倒去，逃命走出来，医生讲真凄惨。这个途上规世界拢是尸体，伊是看到真艰苦、真悲伤。土耳其南部的港口都市伊斯肯德隆真侪建筑物，因为前日个大地震拢倒去啊。当地一间病院嘛共款，走出来医生想到还阁会惊。I'm devastated. I see bodies inside everywhere. 这个医生佫讲，地震发生后，有几个医护人员甲病患掉伫内底，当地搜救团队还伫找人。日头落山了后，寒冷的气温对无厝的灾民来讲，因讲是无米兼论月。伫无烧气的情形下，只能摸炭啊，带囡仔伫布棚中过暝。Şu an halimizi görüyorsunuz zaten. Buraya gelmişik çalışıyoruz, işte şunu ısınmaya çalışıyoruz. Az susuz burada işte şu şekil yapıyoruz işte kendimiz. 要灾民是有路无厝。 Dışarıda komşular kapının önünde ateş yakıyor. 土耳其灾害甲应变的管理署伫大地震重灾区之一的马拉蒂亚，搭真侪布棚互灾民休困，掩骨嘛是无够用，有真侪灾民只好家己起火，来烘因为落雪澹起的衫裤。同款有大地震伤到的叙利亚北部，当地灾民嘛同款艰苦。 厝内光线甲壁堵拢害了了，就算有厝嘛袂当住。多过一级的灾民，只好暂时伫学校避难。سريع يعني شفت انت يعني بنايه حلب طب والله هذا اصعب هذا اصعب يعني مثلا هنيك ضربه وتروح هون ما عم نعرف الا بتروح 土耳其大地震，互真侪人失去家园，灾民要安怎度过这场雨夹甲寒冬，互人真烦恼。 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